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《感悟人生100篇李怡著 topic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，唔見棺材唔流眼淚，人人都會咁樣嘲笑人哋。事實上，幾乎人人都重蹈覆轍。人喺順境時唔會明白，只係到咗逆境時先會明白。順境時聽唔入耳，逆耳忠言，反而係倒霉嘅時候就知道邊個先係朋友，邊個先係損友。明白到朋友點樣交，道路應該點樣走，錢財應該點樣花。人喺健康時唔會珍惜生命，不眠不休，勞碌賺錢，暴飲暴食，大病一場先會明白，只有身體先係最重要。平時看似重如泰山嘅事情，大病後就會看輕看開。一個人如果對明疆利所執迷不悟，咁樣當佢住入醫院嘅深切治療部時，身上插滿管子，佢就乜嘢都會想明白。如果能夠出院，佢可能就好似換咗一個人咁，因為見過棺材啦嘛。儘管人都知道終會一死，但冇人會把自己會死當係事情當真。多數嘅人都會過得糊塗，直到臨終先至明白。畢生虛度咗時光，追逐咗好多帶唔走嘅東西，例如財富、虛名，而放棄咗親情或者真正屬於自己嘅生活。電影玩轉生前事，講兩個老人家喺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嘅情形，用幾個月放手去做一啲一世夢想要做嘅事。佢哋直到快死啦，先至明白生命有真正嘅意義。即將被逼飲下毒酒嘅李嫣想明白了，不幸身在帝王家。彌留之際，范成大明白了，縱有千年鐵門監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白靈係頸度，和坤都諗明白啦。百年原是夢，30載枉勞神。對景傷前事，懷才誤此生。人喺風光時唔會明白，喺倒霉時就會明白，喺落台後亦都會明白，喺入獄後會明白，喺退休後會明白。縱然亡羊補牢，往往都為時已晚。見到棺材落淚都無補於事，真正嘅明白人就係不倒霉都知道交友之道，不生大病都懂得珍惜健康，非臨終先會安排生活。唔入監獄都要明白，唔能夠濫用權力。不見棺材唔流眼淚，人在逆境時唔會明白，只有到逆境時先會明白。真正嘅明白人就係唔倒霉都知道交友之道，不生大病都懂得珍惜健康，非臨終先會安排生活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